讲到主要我是我的困难，咱请陈牧师。咱兄弟平安，平安，也真欢喜吼，咱个三甲来见面。咱今日要用哈巴谷书短短3章来检讨、来认捌咱的信仰的态度。伫咱要开始的大先，咱搁一遍来祈祷，求上帝互咱明白，帮助咱。听我的爸，我要恭敬伫这个时阵。将下面的时间交伫主你的手中，因为阮有真侪含慢的所在，阮有真侪未晓的所在，阮必须要瓦靠主你为阮开阮的目睭，互阮明白你的教示。恳求主怜悯阮的无够业，装备阮，互阮更加认捌主。互阮的信仰生活更较丰富，阮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咱兄弟，哈巴谷这个先知，伊所写即短短3章尔吼，伊咧甲咱讲的是一个每一世代咱基督徒拢会经验到的代志。下面咱要照伊所写的。一项一项来检讨咱的信仰，咱的信仰的态度是啥物？伊针对祈祷来做出发。哈巴谷是一个伊的个性真古锥吼，我真爱伊，所以我久久啊拢爱将伊所写的吼，搁读一遍。哈巴谷伊为着伊迄个国家有足侪足老的人、足歹的人、足强迫的人、咧欺负人的人，伊感觉伊做先知吼，伊有这个社会责任，所以伊就一直祈祷，讲上帝，你爱刑罚遮的人啦，你爱来刑罚遮的人。第1章第2节，伊就问上帝，伊讲耶和华，我呼求你。你无应允我，要到什么时阵？台语的圣经吼，搁较迄落，搁较有意思吼。伊讲吼，迄个上帝我嗷叫哦，祈祷甲用嗷叫的吼，伊讲我嗷叫啦，你拢无要听啦，要到什么时阵？咱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捌祈祷的时阵，甲这个先知共款？咱感觉，哎呀，上帝海拢无听我咧祈祷，到底上帝有听到无？吼，我得爱搁等上帝等偌久咧？但是无偌久，上帝甲伊讲，对啊，我有听见，我要行一件代志。吼，虽然我甲恁讲啊。但是恁嘛唔相信，恁兄弟姊妹，上帝即句话咧讲啥物？讲哈巴谷伊无接受上帝行动，伊要要求上帝照伊祈祷的来行。为什么我祈祷安尼，上帝伊无互我安尼？为什么我祈祷遐尼久，上帝拢点点无听？这伫咱信仰内面，咱常常来发生吼，这是咱祈祷的上界大的盲点。咱感觉上帝哪像无插我哦？上帝敢有听到我的祈祷？然后上帝也听到，上帝敢有应允我的恳求？爱搁等偌久？过来，咱嘛想有一寡变化，但是上帝行动，那唔亲像我所期待。上帝为什么安尼做？两位兄弟姊妹，我常常爱读哈巴谷书
就是有遐尼鲜明又可爱的个性吼。伊直接甲上帝呛咧，我祈祷遐久啊，你较拢无咧听。你要兄弟姊妹，咱常常未了解上帝时间，但是我要甲咱讲，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来知影，上帝时间甲咱时间有共款无？无呢，绝对无共哦。上帝讲啊足清楚，上帝讲，我看吼1000年哪像一日，我看一日哪亲像1000年。上帝时间甲咱时间无共款啊。上帝是徛在永恒那一点，咱只不过是伫永恒的足侪时间内面一点出现伫遐尔定。但是，咱要安怎伫基督的内面，搁较来亲近咱的上帝？咱要安怎伫无困难的当中，悠然找到咱的神？伫30年前，阮来德堂的时，阮小煞拄着2个相过的事件。第一个事件拖足久的，有2个单位过德堂教会。其实这个代志，咱老来的人拢总毋知，迄是前的人南山去舞啦，出代志，人就找来甲教会，因感觉教会真有钱，因要求一笔足大的赔偿的金额，当然无可能啊！行到尾啊，就是烧告，法院开始调咱出庭。因迄2个单位请一个律师，少年囡仔，哇！大概出庭摸足侪资料，我甲庄牧师啥物都无，因为咱确实毋知遐个代志安怎发生的。所以当阮到法院的时阵，阮常常向骂讲：你啥都毋知，你来遮创啥？就你叫我来啊，我甘咧爱来，对无？但是伫迄个时阵，伫咱啥物拢无，确实爱面对的时阵，咱才会晓找到我有一个上帝。我必须爱向我的上帝讲，我甲牧师真认真，迄年真拍拼，拄啊无花无偌久，就拄着这个代志。我用祈祷，一直祈祷，但是伫人的眼光看，这个祈祷带来啥物？每况愈下。迄个时阵毋是出庭尔，迄个时阵佫接到电话恐吓，佫有人摕一大堆炮啊，透早是拼来咱的店的，乒乒乓乓，嘛有用一个布袋，迄玻璃杆啊，安尼，毋知安怎拼入来，规定拢碎玻璃。佫毋是安尼，这个动作了后，一群人来，伊要求要安怎和解。我看者还蛮戆去，我甲你和解，你的赔偿金条件较较悬，伊想讲，因可能会，咱可能会惊，伊嘛想讲可能教会足侪钱咧，伊毋知咱教会迄阵欠人足侪钱。伊要求要和解，我有意识到我这个手弱弱要互伊拖去当因啊呢，所以我就安尼。迄个时阵，我有一个念头，我讲上歹可能今仔日啦，上歹可能今仔过可能袂拄着较歹。当然，咱无答应伊和解了后，继续这个代志佫发生。我嘛是继续爱去走法院。1年外过去，这个代志最后有解决，是一个真趣味的情形之下，因家己甲因无应该提出来证据摕互法官，所以法官讲安尼好，咱今仔日到这结束。
过来咱收着破挂文，要等教会无关系。迄是因将因迄个无应该提出来证据提互法官，拖年外呢。今日我想想转来，迄年外吼是一个拄我出来牧会无经验的人的训练。上帝训练我安怎祈祷，上帝训练我伫惊吓、伫懵无法度的时阵，伫祈祷袂落的时阵，也搁爱祈祷。忽然间，我祈祷到，我知影，咱祈祷要祈祷到什么时阵？就是祈祷到平安，你的内心感觉平安的时阵，你就知影。到遐就杀一啦，祈祷到平安，所以当你祈祷无平安的时阵，你就爱去祈祷，不断的祈祷，祈祷到我的心放落去。伫迄一年的中间，我上界大的福气，就是我学习到我会晓祈祷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拄着代志。咱拢毋通好埋怨，毋通好惊吓。只惊的是你袂晓将你的困难带到上帝面头前。只惊的是你伫遐埋怨上帝，离开上帝。只惊的是你为迄个时阵开始，你无相信上帝。真正的信是无可通信的时阵，咱犹原爱信。因为咱的上帝确实咧陪伴咱。年外这个歌诗结束，我甲牧师拄仔咧欢喜，佮接到一张哇！第一个是2个单位个咱，这张是10个家庭，拄仔好20个人。因为安那先生甲太太一户2个出名，20个人个咱。伊告咱教会侵占土地，伊告咱教会迫害水利迄个灌溉沟渠，伊要求咱教会赔偿因，因为因的田无收成，因的厝淹水。我讲哈，我看毋知遐严重咧，咱来着安尼啊。所以我就去甲牧师去阮足熟悉的法院，去到遐个时阵。法官讲这吼，这爱迄个请相关单位来鉴定，了，则个咱则个来讲安尼。这是第一场。第2摆去，法官讲相关单位讲恁的使用已经足久啊，并无亲像因提出来安尼，所以恁爱提出恁。使用的时间，这使用的时间的证明有这几项，伊就拍一张公文互咱看。咱会使去找水电的缴费迄条单位，咱当时开始缴，也是讲电话你为当时开始牵，开始缴。阮转来尔发生一项足趣味的代志，马上有人来拜访阮。伊甲我讲迄个法院有人真好心甲伊讲阮需要人帮忙，这个教会因要来帮忙。我讲较遐好吼，嘿，伊就讲我帮你办，我帮你去申请这，一件偌济钱。原来你是即款的中介，然后伊就搁讲。迄恁家己去办无可能，下面兄弟，迄个时阵毋是电脑时代哦，迄个时阵一定会真慢，咱咧想啦。伊讲恁这无经验的办袂出来。恁若是要我办，我甲你教。你要办你的遐证件申请的表下骹爱安那放一个批笼。批笼内底，爱甲镊一个什么物件？我讲，够安尼，我就甲牧师讲，
咱莫听因啦吼。啊，过来，咱即礼拜咱两个拢爱讲道，咱后礼拜才来操烦啦。啊，所以迄礼拜照常伫做礼拜，牧师去中华讲道，拜一牧师透早就出去，资料拢炸咧。一开始要一个公家单位去办，这个所在内袂当办，咱来即位办，反正遐尼济单位。牧师所入的第一间公家单位，伊入的时阵，伊讲伊足烦恼的，伊嘛袂晓办。这是伊转来甲我讲，我嘛伫教会咧想，哇，这声可能舞几日啦。无拍算，牧师11点就转来啊。11点转来时阵，我讲，哎哟，还袂办咧哟。牧师讲办好啊，伫遮。我啥物？牧师讲伊入的时阵，为楼顶行落一个太太，讲曾牧师，你较会来食，你要创啥？牧师甲伊讲，啊，我遮的代志。伊讲啊，安牧师，你请坐伫遮等我来甲你办。牧师等无偌久，迄个太太就将遐证明的资料摕落来，互牧师。牧师一直想，咱曾牧师足袂晓记人的哦。伊一直想，这人是啥物人？我敢捌伊。伊看着牧师的表情，伊甲牧师讲：“牧师，你毋捌我啦，但我捌你。你昨昏去阮教会讲道。”牧师去教会讲道，感谢主。第二个咱拄着，敢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足爱安尼，马上解决。但是我详细想，这两个相过的事件，若是第二个达成发生，我可能伫第一个年外，我会行甲足艰苦咧。敢是安尼？我一直想讲，上帝啊，你较我较紧出手。上帝啊，我要搁等偌久？上帝啊，我较会拄着这个代志，我一定充满着埋怨。但是伫上艰苦的经过了后，啥物就拢袂惊咧。上歹已经过去啊！咱遐弟姊妹，哈巴谷就是咧甲咱讲，基督徒伫基督的内面是咧学习听候上帝时间，甲上帝行为、上帝行动。但是因为咱人的无教育，咱常常安那看袂着、等袂着。咱来看先知哈巴谷，伊最后做一个结论。伊经过遐个代志了后，伊足欢喜的。伊知影上帝无照伊所想象的去行动，伊知影伊所祈祷的伊嘛无达成，但是伊决志讲，伊讲虽然无花果树无反应，葡萄也袂生啦，我的牛条内也无羊也无牛，总是我也阁要因为耶和华来欢喜，因为救我的上帝来快乐，因为主是我的快乐，伊互我的脚亲像鹿啊，足够行伫悬的所在。这是一个对基督内底所讲出来遐尼水的信仰的个别。咱遐弟姊妹，基督是咱基督徒的特权，嘛是上帝互咱上界大的恩典。咱敢有好好来使用这个恩典？咱敢有好好来享受这个特权？也是互你因为基督来离开上帝？基督是一个足奥妙的代志，是你会当甲上帝讲足亲密的话，是你毋敢对人讲，但是你独独敢对上帝讲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时间毋是咱的时间。下面咱要来看，咱常常
照咱心底迄个上帝来决定咱家己的答案。留下的姊妹，你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？你着要求什么款的答案？咱的教会有一个兄弟做一个足水的见证，我甲今仔日也阁会记得。这个兄弟，伊一直为着一个伊真敬重的人祈祷。当迄个人破病的时，伊就一直为伊祈祷。祈祷到这个人煞过身，为伊祈祷的这个兄弟是初代的基督徒，伊足受气咧。上帝啊，你较会拢无听着我祈祷，上帝啊，你较会搁甲带转来。伊有足侪埋怨，甲无欢喜。但是有一日，伊看着电视咧做阿拉丁的神灯。迄个阿拉丁伊要爱什么时阵，伊就甲迄个神灯摕出来安那叫一个神灯内底迄些魔神啊，国语讲精灵就走出来。阿拉丁就甲伊讲：“你甲我做啥？”啊，迄个魔神啊，就去甲完成。咱这个兄弟，伊忽然间想着讲：“哎呀，我毋对啊！我甲上帝当做啥物？当做哪像阿拉丁的神灯同款？照我的意思咧，叫上帝创啥物？我大毋对啊！我的上帝应该足伟大的，是我无法度想象到的。”伊出来做这个见证的时，我足感动的。我相信今日嘛是坐伫咱的中间。两位兄弟姊妹，你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？我会记得有一站有一个神学家讲万金油的上帝。伊讲足侪人甲上帝当做啥物？你抹万金油，遐酱摕出来抹者伊无敬畏上帝。嘛有人甲上帝当做啥物？我家己的起毛字。上帝爱照我的意思。你们兄弟姊妹，咱的心中的上帝起造，会当带你看到你的上帝偌伟大，你的身躯就会当成就偌伟大的代志，是照你所求、所想的、所信的来甲你完成。但是，咱今仔日有足侪人。照咱家己有限的智慧，照咱家己看袂到迄款的偏见，还是极端的想法，来创造一个你家己要去相信的上帝。所以有当时咱也详细看人的信仰，为什么伊咧讲的上帝，甲我的上帝差遐济？为什么伊的上帝遐奇怪？为什么我的上帝，我哪亲像？拢无好好来想，我是上帝，我所认捌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？咱兄弟姊妹，你去遐转去你去想，我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？你的上帝若是什么款的上帝，你的身躯就会当成就偌济物件出来。你若是涵盖你的上帝，无伟大。当你要偷偷啊做歹代志的时阵，你若认为你的上帝毋知；当你要偷偷啊去做迄个无应该做的代志的时，你若是认为你的上帝毋知；当你的目睭去偷偷啊看遐色情的影片，你若认为你的上帝毋知。那安尼，你的上帝？伫你的身躯所成就的，伊会照你所求所想的。你有足侪代志，伊嘛无愿意知。咱来咱敬畏，知影上帝毋是安尼。上帝是我生命的主宰，伊要引带我，伫我这生当中，我只有惊我无上帝。若是安尼，你的生命
会变做愈来愈丰富，愈来愈尊贵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咱要倒转去想，我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时阵，咱来看上帝有讲哦，伊讲伊家己是什么款的上帝。上帝伫引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做奴才时阵，伫旷野，上帝定心建立因的信仰。上帝定心甲因宣告讲，我是什么款的上帝。咱来看出埃及记34章第6节，耶和华伫因的面前宣告，咱要注意呢，伊连续讲2摆伊的名，咱知这是非常重要。耶和华伫因的面前宣告讲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、阁有恩典的上帝，伊无快快受气。伊有丰盛的慈爱，甲诚实。咱足侪人读圣经读到遮，嘛足侪人运用到遮，因为咱大家拢爱头前即句：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。过去咱教会吼，有一个会友，伊足爱对人去挂香咧。定定着对人去挂香，伊感觉挂香啊游览车吼俗，去遐阁有通食，伊的目的就是爱出去看看尔。有一摆我就甲讲，毋好啦，人迄是去敬拜偶像，你莫对人去。伊竟然讲无要紧啦，人上帝都无要紧，牧师你咧讲，我讲你较会知上帝无要紧，我去几啊届啊，也无安怎。你们兄弟姊妹，要等你有安怎就足严重啊呢？基督徒必须要读到第7节，你若要加入上帝所疼的囝，你必须要听。上帝为千千万万的人存留慈爱，赦免伊的罪过、过失，甲伊所做罪恶的代志。但是哦，来听。伊讲上帝绝对袂将有罪当作无罪，上帝会甲伊讨，对伊身躯就甲伊讨，佮讨安那？为爸到囝到第3代、第4代，即句话足严重的。基督徒，我讲过，咱基督徒无本钱做得罪上帝的代志，咱必须要读到第7节。这是上帝家己宣告讲，我是即种的上帝哦，这毋是我讲的哦。上帝伊家己讲讲，我就是安尼，我袂将恁无罪、有罪当作无罪啦。所以，咱教会足爱迄个圣经，就讲上帝为咱准备的是咱目睭毋捌看过。耳孔毋捌听过，咱的心毋捌想过，哇！咱拢足爱安尼，但是咱拢袂记咧伊后壁一句话，这是为听上帝的人所准备的。你有听上帝无？当你听上帝，你才有法度享受到这个特权。上帝要伫你的身上发生。你所无爱想的，超过你所求所想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遮咱就爱来看上帝所讨厌的是啥物？咱常常足简单就讲，哇！上帝足疼我，上帝足疼我，上帝互我啥物？但是，咱爱注意一项，上帝所讨厌的是啥物？伫圣经内底。箴言，伊讲上帝所厌恶的有6项，连伊的心所讨厌，总共加起来有7项。哇！上帝无爱哦，这7项哦。咱来看是啥物？骄傲。上帝无爱人骄傲的人。上帝无爱人讲白贼。
上帝无爱人讲白惨，上帝无爱手抬无罪的人，就是讲你去害你无应该甲害的人。上帝无爱你心中多无歹代志的人，上帝无爱骹安怎行紧紧去做歹的代志。我一直在想讲，这是啥物意思？骹紧紧行陷害。啊，有一届吼，有一届，我就伫咱的向日葵学院内底看到这项代志。有一个囡仔，伊偷早一支电子烟入来，家己吼偷食了，伊就较紧的摕互别人食。较紧紧去陷害人，为什么？迄逐个人拢食吼，老师就安那，老师就较歹管教。我家己食，老师叫我出来骂，规班拢食。迄当然安那，逐个人拢有代志，我就较减轻我的代志。对不对，姊妹？这就是这款的意思。较紧紧去陷害人。这项代志，咱会详细想，伫教会生活，好亲像常常会当看到安尼。咱拢知影，教会物件袂使黑白摕，拢是属于上帝。咱若要摕歹势，咱搁来招别人来摕。这遐尼济无要紧，咱逐个来摕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爱注意，这是上帝所厌恶。搁来。上帝无爱咱去讲假见证，假见证讲白贼的假见证。这个物件有两种的解说，一种就是你为着某物缘故去替人做证，讲白贼；搁另一种是讲你为着某物缘故，你去做假见证，表示安那？上帝足爱你，上帝足疼你，但事实上，你的生活并毋是安尼。最后一项，上帝无爱人，共人来人过去，互人去冤家相骂。但是伫团体内面，即种人阁袂少哦。伫遮听，伫遮讲，所有讲的，最后是伊上介好，别人拢无好。听的人就踮遐互相安那，互相猜忌，互相无欢喜。所以伫上耶稣基督伫新约的时阵，耶稣所讲的八福内底，伊讲，互人和平的人，就是上帝囝，伊要看到上帝。对兄弟姊妹，当咱要定心来想，咱心中。我的上帝是偌伟大的上帝，我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？请咱甲圣经这两个假释记起来。上帝家己宣布，伊是什么款的上帝？上帝伊上无爱是什么款的人？两位兄弟姊妹，若是不幸，咱伫七个人的中间，这7种代志的中间。咱也阁有机会，好好认罪祈祷，求上帝赦免阮，求上帝赦免咱。最后，我要甲咱讲，我的上帝是什么款的上帝？我的上帝，这是我最爱的吼。上帝是我生命中上界大的靠山。哇！咱人的一生吼，咱拢足爱靠一个物件。有人靠人啦，我这朋友足牛的，足有权，足有势，还是足有钱。你兄弟姊妹，你要靠啥？我要靠上帝。上帝是我上界大的靠山。然后咧。上帝是我随时的帮衬，台语讲及时的帮衬。伫圣经内底讲，
咱每一日的早起吼，每一日的早起，咱拢安怎好打到上帝施恩宝座的头前，安怎求上帝怜悯咱人的有限无教业，求上帝将今仔日教育的恩典予咱，然后咱甲上帝恳求，伊今仔日要搁做咱及时的帮助。这写伫希伯来书吼，希伯来书第4章16节，每一日咱来好打到上帝面头前，得到上帝怜悯恩典，做咱随时的帮助，做咱随时的帮助。检查有当时，你祈祷，你感觉上帝好亲像远远；你祈祷，上帝好亲像无应答；你祈祷，上帝好亲像互你无共款的。你敢知？我以前祈祷，我要计100倍，180公分呢。但是上帝互我一个160公分呢。回想起来，我充满感恩，从来就捌后悔过。因为上帝互咱的拢是啥物上好的。咱阁继续来看。我一生的好处不在伫上帝以外，这是诗篇16篇。我生命的道路，上帝一定指示我。你兄弟姊妹，这30年我所享受的就是安尼，上帝指示我的道路，伫上帝的面前，我有满足的喜乐；伫上帝正手，我有永远的快乐。这是这30年来，我若要做一个结束，讲我要安怎讲，我会伫这牧会演的，就是这个。对兄弟姊妹，信上帝的人真幸福，但是你必须要经过你看袂到遥遥无期迄种的艰苦的追求，迄种的无可奈何，无法度。无气力通个祈祷，有缘爱个祈祷，最后你知影，迄款的祈祷是甲上帝恳求气力，互我继续祈祷。伫迄个时阵，你才有法度领受真正的平安，看到上帝真正的答案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主。愿知你伫阮的中间，愿知你伫阮的心中，愿知你伫阮的头前，听候阮跟对你。总是阮有当时亲像羊仔哭哭钟，照阮的意思，照阮的愿望，阮看袂到上帝上好的旨意伫什么所在。恳求主开阮的目睭，互阮伫每一个有限袂晓的时阵，搁较会晓祈祷，搁较会晓听主，搁较会晓追求主的恩典。主，阮今日搁要一遍将阮的人生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感动阮。互阮一生徛伫你的面头前，得到永远的快乐。我安尼祈祷，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